Hello，大家好，歡迎返嚟廣東話5分鐘，我係 Miss Bear，我係 Mrs. Bear。今日我哋要傾嘅主題就係雙11光棍節。講起雙十一，我第一個諗法就係唔理你係咪單身，最重要係掃貨。係啊，以前光棍節係俾單身嘅人慶祝，而家就變咗大規模嘅掃貨日，好似英國嘅 Black Friday 咁。我記得第一次雙十一掃貨嘅時候，我成個購物車放咗10幾件嘢，結果 check out 嘅時候嚇我一跳，數字大到不敢相信啊！我都係啊，所以大家買之前一定要諗清楚，唔好只因為折扣就亂買。我哋先講第一個字，單身。單身嘅意思係冇拍拖、未有伴侶嘅人，例如佢都單身咗幾年啦。另外呢，我哋都會講單身狗，意思係單身嘅人，但係會帶少少自嘲或者搞笑意味，好似我今年又係單身狗啦。所以用嘅時候要睇下對邊個用。係啊，本來光棍節就係單身嘅人自己慶祝，因為日期11月11號4條1，好似4個人一個一個咁企咁，象徵單身。但而家唔理你係咪單身，大家都會一齊網上掃貨。有啲朋友仲會搶限量優惠，凌晨嘅時候就開住電腦狂 add 嘢入個購物車度，好誇張㗎。講到買嘢就要講第二個字，優惠。優惠即係平啲、抵啲嘅意思，好似今日買滿500蚊有8折優惠。雙十一啲優惠真係好誇張，有時比 Black Friday 仲癲啊！啱啊，有啲商店仲會有限時優惠，你唔快啲手，啲貨就冇㗎啦。第三個字就係減價，減價就係店鋪將價錢降低，吸引人嚟買。例如而家全場貨品減價清倉，一聽到減價，我就忍唔住想開 app 睇下有冇嘢買。我有時都會忍幾日 check 下邊啲嘢真係需要，咁就唔會買太多冇用嘅嘢啦。第四個字呢係網購，網購即係喺網上買嘢，用手機、電腦落單。香港人超鍾意網購，方便又快。不過有時網購都有陷阱，啲貨品同圖片完全唔同，真係圖文不符啊！所以呢，我每次都會睇 reviews 或者揀有退貨保障嘅商店。最後一個字就係掃貨，掃貨嘅意思係狂買嘢，一次買好多，好似雙十一，我一日掃貨買咗10幾件衫。我每年都話淨係睇下，結果又中伏，掃咗勁多貨。你有冇試過凌晨掃貨？個情景就好似戰場咁，每個人都好緊張，真係好搞笑㗎。大家都可以留言話我哋知，你今年雙十一打算掃貨嘅最大目標係乜嘢？係衫、鞋定係電子產品呢？等我哋今日重溫一下你學過嘅生字啦。單身 single， 優惠 discount， 減價 sale， 網購 online shopping， 掃貨 shopping spree。所以話雙十一原本係單身嘅節日，而家變成全城網購掃貨狂歡節，成街都係優惠同減價。不過大家記住啦，唔好因為掃貨而衝動購物。如果唔係，下個月都要食麵度日㗎啦。講得啱，多謝大家收聽廣東話5分鐘，下次再傾啦，拜拜拜。